讲到这南韩的电商酷碰，去年逼出着购资泄露事件，经过第三方监视确认，有20万的台湾用户资料泄露出去。那酷碰是八回讲呢，互欠去的台湾口座资料敢若一笔，无牵涉到高度敏感资讯，也是愿意提出代票2亿的补偿方案，或者受影响的用户1000块的购物拍折券。不过这消基会也甲因喷讲呢，虽然有骗法定的500块较好，不过使用上却是有真侪限制。安尼是无一定真正有优待。不少人爱到酷碰网站买韩国的脆食面也是化妆用品。不过去年11月，南韩电商酷碰爆出购资外泄事件，当时酷碰对外讲台湾用户未受到影响。不过酷碰公司进前主动通报咱国的司法部，经过委托第三方调查了后，确认有超过20万名台湾用户的购资也遭到泄露。司法部2月已经启动行政检查。依据个资法的规定，然后到酷朋那边做实地的相关检查。那目前检查后的相关资料整理中，后续也需要跟专家进一步研议。那预计明天上午会统一对外说明。司法部讲，这摆事件有20万4000多名台湾用户的名，也佮有电子邮件、电话号码、配送地址，甲总共5笔订单记录这资料，互非法读取。已经叫酷朋依照个资法规定通知受影响用户，也让酷朋也赶紧公告补偿的做法，要比照南韩提供受影响用户每人1000块的折扣券，总补偿金额达到大票2亿。要是我不能接受，因为个资是很重要，1000块没有办法来制服这些事情的发生。银行呢、提款卡那些的，说不定就会被盗刷了，衍生后面很多的麻烦。所以1000块，我觉得根本没有诚意。你可以说，他可以说金额部分是优于法规，因为500超过500，但是你设很多限制啊，不是我今天就直接给消费者。好，所以这样子有没有优？我不觉得。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应该对着跨国企业的个人资料收集有所规范，避免过度收集。也让酷朋也发声明指出，这事件是一个酷朋韩国前员工对客户的犯罪行为，会依法追究伊所有的法律责任。这个员工的设备拢已经立体回来啊，并且接受监视分析，受影响的系统确实已经在去年11月完成修补，不过对客户的资料造成风险。对3月7日开始，受影响客户就使查看折扣券相关的资讯甲使用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